人生最大的遗憾是站不到远处去审视自己，最大的困难是无法战胜自己。审视自己，就是把自己放在旁观者的角度，打量自己，反思自己，这样才能扬长避短，才能在生活、工作中做到有的放矢。所以，请时常审视自己，调整心态，努力做好当下。